另外，在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內圍邊呢，有民眾是發現一台客停車掉在水底，而且這車內呢，佫傳出人咧講話聲音。結果報警察來了後，才知影講原來迄是美術館的裝置藝術。高美館是表示講，這件藝術品呢，伊的布置是還未完成，甲民眾驚到有影是真實的。這部車過幾個啊？我當我聽過賣啊。掉伫咧水底客停車車頂唔能發臭，佫有陣陣的人聲傳出來。這台造型奇怪客停車，初一暗時常常出現伫咧高雄美術館的內規避者。因為暗時視線無，佫有一寡來散步運動的民眾，敢若看到客停車伫咧水底，車的大頂濕咧濕咧，佫聽到有人咧講話，抓準是有車衝入去，驚一個趕緊報案。警消人員到場了後，才知影是一場誤會。這台車是高美館上新的裝置藝術。仔細看的話，就會看出來，就是其實好像不是真的計程車。它這又是真真實實的一台車子在那裡，然後又是掉在水裡面。我覺得除了恐怖以外，沒有達到什麼藝術的價值。有人感覺趣味，真有看點，嘛有人認為做了無妥當。高美館表示，這項裝置藝術是要傳達環境保護的議題，不是惡人藉要創治人的主業。藝術家初一才拄開始布置，目前也未完成，造成民眾的誤解甲不安，實在真實的。這個作品才剛進場，那也還正在定位當中。那展覽期間的話，一定會有一個作品的告示，然後跟指引，讓觀眾很清楚這是一件作品。極端氣候的過程當中，這樣子的突然的日常，那會造成一種奇觀。但如果它變成是一個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的話，那應該我們還笑得出來嗎？這樣子，那就是種幽默之餘，也提供觀眾一個反思。車牌是靠細人的客音，頂懸牌的英語字嘛，不是正常的 taxi。測電單歸講，這是甲台電合作的展覽。車頂放送的錄音是一位運將用台語來講起高軟化。地司機即陣換做佇水底開車，期待透過無共的主觀，使大家鬥陣來關心環境議題。記者郭家祖、邱朝陽、高永昌報道。